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40回。他是日府内我的，那黑当平浪向搞的我给中一个当压走亲啊。那么当包括因为是思想为分出来，这也并并辰光。稍微黑一个屋头过来，名字叫不出么身上像着上颜色的衣裳，这一看嘛这个屋头啊身上像着灰色衣裳，黑里过来，亲手为自己过来，住的，屋头眼睛追过来，马子想要旁边一立，我来了一口，咱没别子。在我看看个高头差不多为人工，当然是份工干啊！闭嘴，小弟遇累了呀，别客气的，拿了你为的账啊！我来了一口，哎呦哎呦哎呦！到了长若雨里啊，老三过那里可惜呀，但没语气。请问姐姐，叫什么芳名？那名字啊？哎，那叫水水呀。啊，水水姐姐，别客气。很好。今年几岁了？今年17岁。哦，17岁。哎，哪里人士？你能够啥地方人啊？哎呀，我是滴滴呱呱的手举人哇！手举人有滴滴呱呱的，我要是手举人，我分天就叫滴滴呱呱的手举人。啊，遇到同乡。瞧得来当你同乡呀？够熟人。哎，手举人。夫人是在哪里？啊，人家手举啊？哎呀，我手举是个然后是大家才晓得个呀。啊。哎，后区山隔壁个有名个哎。哪不里想出来啊？这个是明明是高手追来哇，声音有点昂点点。都看自己亲自的把秋的哈，美人于海，一人于前。一日重要小口引导，两耳不专。生日以下，昨日与下，见面哇。见面哇！啊，可是你真说得很啊！这样子起来是妹妹欢喜我了很哇。哎，是啊。可是咱们成功在。你不是不来个？这个上来的成功是不对的。这大妹成功是我打趋向不为成功的哇，心里想了老别别贴呀。我来了，讲我美好的成功之法，老对我口啊。姐姐去呗，哪来？小弟为要复刻，怎么也复刻？哦，你也复刻是？哎，这一关你看下来哇？是。请姐姐调走身来。啊，一口口我背影啊。哎，你喊你看没在？啊，请姐姐这样调走身去。哎呦，你这口都没洗的，是要夫妻的里是一口口。啊，老举在。为了点走身来啊，晓得在。哎呀呀，这还硬背错对在，不如要弄家头呀。姐姐呀，啊，轻别轻别。他姐家也见过嘴子啊。哎，我对哎呀难为人个了，龙子半年也见我嘴子。可是你不是讲比当高？哎呀。真俊，这个眼睛我嘴子呀！啊，啥个那想法还讲？你几双装是生得好。哎，啥个那法还讲？小你的背心啊，生得太高了。哈，背心太高咋？哎，不该呀，我觉得听听是好。哎呀呀，不别的呀，听别听。可是不就该啊？你讲出道理来，啥个背心干么事也叫我嘴着讲。哦，你不讲出道理来，我随便拿告诉你噻。哎呀，他别说，那是龙江这个人哇。干哈我哇？要我说在，这没办法的事体呀，要说得你难为人来听起。
姐姐口也动了，我也动气概，你今日与大里讲出来。是，姐姐听了啊。起起身来，谁其死里去？哦哟，百姓该的是说谁的？可是你要一个蚊子啊！姐姐呀，你追在兄弟儿在急。哦，我说这个百姓是干干的啦。可是不记得了嘿。你睡在床上还有一滴，还比啥家？还比狗屎。大概是这样。还比那心事当中少一滴。哦哟，可是我两只俺们不个子喂。你守这个为公进头了，咦？你是娘米，岂能不怕事？娘米呀，不能开10月。两边去代理，我对一代人看得几个月。你强的呀！只怕你们这身口离开亲人亲，你家的狗人一个都不养的，搞不你哟！哎呀，我也不能养了哦。这搞不上人家。家里狗们都自的老公，你是个哩，与你生父母。可以把这个大拉进东归去，姐姐请别请别。是啊，我啥都是干内裤的啦。我不要搞不那个。别去。我来看个我的把身子来进去嘛，一看，哎呦，个我的个背景高的啦，啊，越看越高了，越看越高的呀，高了高，背景上还把它刻了上去，他妈是真正为的越看越高，实在嘛，这个我的呢有点卡字背，后背了有一点，当把火嘛，接上个在。山坡里啊，我本我是不来是个啦，这个预先识得个问题嘛，让你好进去呀！哈哈哈哈哈哈！这个窝队没扩进去，加上内当中有一个窝队啊，他这个事情在也好。你想今天的妹子还成功在吃西酒在，不晓得现在一看没出功来旅行，嚯，其实哟，对我俺妈妈难得去哪里说？哦，你自个随便几啥子，实在被人家自家难看的啦。根本哈，白白睡哪里来？你今朝也没必要害让我们戳戳那眉头。但是我干那里有头啊，你看不见我的，干那随便去。娘开不得好不得。娘开的吧，大哥娘开的吧。哦，娘开的。干了俺们他过来，干那水包头，来了浪子对我口，你也没必要害我们戳戳那个眉头。怎么真恰地恰去黑哪里呀？那了口里了嘎巴嘎过来嘛，眼睛冰冰神光的，我在海里过来擦擦肩喽。哪怕比这位姐姐身上穿3件衣服的，请得来就得。哦，这3件衣裳个啥人家？3件衣裳啥人呢？是我吧？哦，是你，阿娇啊。那个，你是为人公子。哦哟，这个西岐不杀神功不人功，有啥道理讲？神功了，神功是哪里杀西岐不杀我？今朝搞不里门战士，他们门战都够上。13点哇，那你干嘛不把人工杀个神功都要做够上的？这怎么杀个闲话呢？你到神功一对还夫妻，吃到个西酒，吃西酒了，也没吃开点酒。啥个的厉害就打龙出洞啊！哎呀，各位恭喜的呀！开的嘞！
要真追过来嘛，有时候马正想要旁边一来。拉一口这个我的鼻子放在个我的来的哈，谁呀进看看那个百姓不抓个，百姓不个但那个我的的没法啊，这小的枫叶了，不懂给啥叫枫叶了？不懂啊，不懂雨里了，这种实情。雨里了，也没吃了中人吃里向。雨里唔里，你在我院子里，在我再到你怀里玩，那不是到你爹海。从那个美女回来了啊，帮我死人啊！好，那美桌子起了当上的啊！请问弟弟，你叫什么芳名？叫春梅，不叫五梅，不叫罗梅，不叫翠梅，叫春梅。哦，春梅，你看是我们赞美。的确，我把你成功看的是要的没事啊。请问弟弟今年几岁了？10岁，拿来。哎，办个啥啊？我是问问你呀。我让你干什么呀？哦，是的。我看弟弟这密码真的很好。别人不客气。公主好啊！好干子啦！那么来就跟你讲啊，我的脾气是蛮爽快的。夸赞你事过水准，别是讲本来也没要对我们老的。你这是讲上气的哈，今日是好的呀！他们这里成功是娃子啦。哎呀，那不讲头都也人工是吧？没嘞。哪家？谁的也不开。你看下了哇？你听不看下了哇？弟弟别走上来。啥题啦？别走上来，别走上来，你看呢？为呀别走上来，谁说谁？谁呀别走上来？你出去办啥？那个吃进去，可不会啥？为呀别走上来？对的嘞。哪里呢？往啊不要走上来，是啊不要走上来嘛。我来了一想你起码你富些人啊，弄得男女钢铁之娘头走里我弄得了啊！我你走啥话走的嘞？你百姓不干，你往啊不要走来，是啊不要走来，是啥呢？当然一口不的确呀，面孔美好，百姓嘛不干又不是后辈，那么讲这个是吧？这还硬背吃死，像我可以让背吃死，阿得你进出不流出来。总要让你追，你妈太凶，我开始呢总要破高嘛。弟弟，啥天？请别。是百姓太干。我是百姓不干，请别。要叫我追长。不是俺比当了还玩。哟，要我来么谁来？要我去么就去的，到底啥个老板家？奇奇装装生得好。啥个不好？百姓们也不高。只有你脸上的就不生得太高。就不太干噻。就不干么难讲。哪家就不干嘛？自己生来就不高，杀父不用刀，与你同房化作野偶名，出内办。你是那个杀气的。哎呀，莫三们我就不干的。干这样功德这样子嘞。身体刚得3分。你只功德会跑啦？真啊？对呀。咦，这种啥个小事这种小事都特别了还真呀？就不是夸的嘞，像个单这样子嘞。在你这样说起来是，我在你相府里向希望给你还中人高点子，真觉得。这才在也没得这个。为什么意思？这起肉丝来，再起肉油来，叫他黑我困难坐台边上，弄个肉，等到我面孔上自个咔喊了喂。哪有的？不晓得，带上我来看看，还有上帮忙吧来这样子等我帮忙在212不够，去呀的，是微博与我滚进去，我要抖音，是你必去这位想要规则，想要不规则嘛，我要戳那个美女了嘿。这妹子多大个娘开的好不记得。你这个小米裤都是2副在哪里子哟？当时这成你当不好像我们这个行上个头的我的都在。凶得不得了呀！可你进去了。
不晓得你们改革不中规，那么也不也，即便你懂。黑当天平门北域啊，以前有7个童儿，这个7个童儿呢，全不搞支部嘞。你说嘛进来是都是你都不好听着啊，老平门北域那都商量，那里呀，哎，真叫我想想，越想越气呀。我不是气得想不落那里。想要不作新吧？父王给到府里向的规矩们不作新，规矩的自个行出来，自个铺啊。为知道哪里呀？弟兄都要进来，3年不错出来开恩得来的。为知呀？那么也别够上一个阿知道妹子不义了。你这样不说还10两分人家里给一个真正女的气。我兄弟呢？那么你那个3人好是呀，是啦，哎5年了进来想要开恩，那么那你上一个不理啊，你买服服帖帖的了，为知呀，是啦，根本服服帖。当然了，那么那就是我进来你是买多少？买几年？我进来是5年之内想是，可错事体管是管些2桩吃啥我个了？买进来5年了，我听你在俺不搞起不哪里来哦？我进来了。过年噻，也不搞我喂。我们送进来只不年，俺不搞起不来，不搞我呀。唉，啊哈，你懂不？熬夜手到啊！哦，啊哈，那几年这就好。我进来是10年在10年，我那样不能不搞起我看那个种身体上不能太搞起不是？哦哟，太子还不能搞出做工商了，这个是啊，才工不对吧？一个一么身子高嘛，中国像啥谁子看眼比个噻？哎，我但是也听个，那么那我有办法。哪有办法？今朝到高也高知不是容易啊？容易啊？哎，我的口来不出哎，啥个办法？你3的几个人？7个。7个嘛，你来接一个头体吧，想想。 7个人接个头体，哎，啥个头体？太高知不头体，为太高知不头体了。哎，接到有高知，总归谁答应来讲么子？想要破我个规矩嘛，你发不听。哎，我你到毡房里下去，啊，中国宝宝说明白。哦，真正谁也高知不在。随便说家都有理。哎，有理嘛当讨工，不错。当你说。 多听哦，我们来做对的。这等于高知总归听难哦。哎，那么你到专门里下去。这，大家这，对，我通啊，这。忙政治张望里向来中国地球上结账。中国爸爸，我怕，这个泡了好铁打。啊哈，中国宝宝。 兄弟们，到来何日？这个戒指，嘿，这个中国宝宝，这桩事体嘛你要想，这个3个嘛，其实嘛，这个戒指嘛，国家那还买对了，发错了哎。4人黑了，刚子半年一脚文光出来，他有点难为人呀。还是我来啊！你啥难为人呢？这个爸爸，这个讲出来嘛，像说的确有点难为人了。那么这桩事体嘛，你实在心里想嘛蛮窝实啊，大高嘛像说蛮气了，是不是？那么中国爸爸难嘛晓得个，你乡府里面有个规矩个，是啊，冬儿3年不出去嘛，想要上一个高中8年。对呀。那么现在我二兄弟最来的半年了，想要孩子还是个阿娇妹子娘里给一个。 中国爸爸来想个种事体7人，那么你们想到你来商量，你嘛再多个人们来自10年了，你知了，也想谈个高祖他来这样的。哦，没得，那不到成功的总归去买吃西走。但因为是个因为是个啊，总归挺对的呀。想要苦啊，这个规矩嘛，我还有点不灵本。既然都这样高祖哈。 领导到海棠厅去，你们都要去吧。谁想太高？去见相依随日了。真的？随我来。给我看看这样。干嘛这样？是到海棠厅闭门白语，赶紧多等一些。
那中国到黑狼亭，便想，我是一众兄弟们都要起忙，因为生死也不知等这样。老一点，很错的背得牢。对个，我真正是土话个规矩啊！你到不我去，谁要高兴？对，不知还有几个动物，假使得一个两个，那么我就开恩吧。共为多少同儿，一共7公兄弟，来想他都在。你我啊也不干，还有个是真正是相互里走亲忙着3个谁都结婚了啊，当然啊，一到开你是东啊哇是呀哇，不比我相互彼此有引导着，所以我可以哈退里头，他们都要起吧，是他们来接我，若，那中国大兵们被。你们都要起忙去接相依，从张王中去了。来，我龙啊，想要叫你进去，对头，到丢买里。我该我。哎呀，金哥，大高进强，那么大高给你好的，别好，进去。是大黑大平。想要的老长的不告诉我第5年级想要去的噻。想要的长的不告诉我第5年级想要去的噻。5年级想要个的，想要长的不告诉我第5年级想要个的噻。想要了长的不告诉我第5年老我的不告诉我第5年老我的就想要上的，哎呀，可的口难。你是口难说出来。你们都要起吧！谁要想太高处？谁呀在想要我是买7岁的了，侍女也该。侍女也没到了没？哎呀，到了没是谁？来一听哦，你这个7岁没得不肯，要我也该么我心里扭。本着我腹中愚公贵谋。童儿3年无功，开恩上一公压位，与你们都有花种。今日我是我爱胸中玉玉，受一名他借水功当为神亲。来，你们都要起吧，不妨。请见我出一功赏礼。你们随人对了下令，统统上压柜，与你们都有花种。来没3多，小这里都在不是事的。我出一个赏礼，你就算你带个5礼好了，也带一个5礼，我的上我的本子发票。听见。哪是这样子喂？那了，我是懂不懂这个上礼了5礼，我分多些事。我不，你懂的。容易搞出大高语。哎呦，这是真的给你吧？对的，真的。想要说出个上礼，上人带一个5礼，随便上人带一个5礼好了。带这个5礼不是有搞出？一个上礼啊，只有7个字啊。一个上礼只有7个字。懂个玩。那么你们带个5礼嘛，也是7个字。接着带里7个字。你每人想一个字出来嘛，你只瞧7个人嘛，祷告一个是嘛7个字。是用1个字嘛，怎么这样子去？民党家头起上去，出来又不是人了，头起上去。那干的。你说，我说，你说秦香要上礼。秦香要上礼。等待你出自上礼嘛，你叫做11三，你说永香。我总少喝点。什么在内阳？我在内阳了啊。香要就晓得你呀，这个还会着带个。我带看那不是卧龙一个地方的来了。我在听着我不在。听着。香要了书房里叫我兄弟走势带嘛。我们老师听的呀。上礼永香。又是你哪位个叫？是啊。好嘞。
不爱管，不爱，吃上午过那个，不要紧。怎么我来啊？哥哥，请家要上礼。哎呦，那样的黑哇，上礼。假使我个上礼出来，屋里的带出来呢，这么君子一夜快马一匹啊，一出是太岁。哈，你讲这个上礼啊出得哪地？我最上礼。一个地内都后上，用下，也是那样的，用下。我来出个让利，一个地内都后上。这个一个并不是四个啊，有几种的嘞？有一种四个呢，分数高的，一个四不的。当中几个有个定，现在不大看见是那个种些四狗，给当是厉害是啊，这里关有个当中几个有个定，给叫四狗。为着女生呢是女狗，替光亮的个唐相东手指高在就成女狗。为着叫大狗，大狗嘛就是到8岁行，身体上到8岁行嘛就是叫大狗3种。我来这个让你二狗地内到后上，这个二狗并不是四狗的二狗啊，这个你也是女士比方讲女生的女生，讲你个你呢，谁是乡下姑娘二狗，乡下的姑娘，地内还让地里向做的，做孩子个蛋呢，那个蛋头上后，二狗地内到后上后头模子上的一片，啊，交狗了，后头大告诉。一个地内到我让乡下姑娘做事个的那个咱们都让我这个告诉很晓得你多么在搞我他嘞我乱哎俺听见哎这个上里送了叫一个地内到后上对不懂啥叫我懂吧干你高这呀这就是四高一哟第四狗哎四狗哦你根本是四狗哎根本地内嘛上面的地内地内嘛就是一般地了那地板里种个地就是四狗那地板里地板里哦我们啥叫到后上着头上每个屋上种吃这个嘴给了到地板里那么个四狗嘛可以不说的噻某个屋上到了百姓了到达四狗堂里走亲在你狗地内头上嘛这个告诉嘛四狗地里到一个屋上给上面的看过那么这个你狗了哎你狗是个女要单位里的女想想看单位里个女对女对想想看对还不灵个还不灵这个对套想要个高处套好了四个套心不加个对套哎是你们呀子啊哎套呀没套地内嘛女性我不来想哎这种比当啥个地内嘛这个女性套对套往厉害了套没进来我给你哎不到出来进来往厉害哎那么你到高先生那边我估计想哪到高也高我翁兄来先生高粱豆呀豆嘛说叫对白通结在我的通结在我在白那么想一高以内豆你们是个套放力说你们大高先生可能那啥么子？到后上嘛是这个嘛，这个单子还是我，俺两个呢？后上带是我是里道可是嘛？俺带哈，我来，套哎，好，你对上去，我来，这个这两年都对的。老口里多交的就让老你懂啊，用到我这带的，一零个，快上来。再要那个上里是你狗地内到后上，人都在个屋里，他往里摆上。来去呀，西瓜子你来搞出分白些的是吧？这里一般的是我百姓了别硬蹦蹦的啊。
放个屁！昔日分花改，哪不里都想的是，就说来这面孔会到红起来的呀啊！对我看看啊，还是我才人好，让你先点才人。喂，用儿对上来，用下，当把话心里面写出来，那个把弟兄到看看啊，他交给我想得出来啊，说想要个美女来吧，他往里去办大事啊，弄来。相人对人对上来，美女房中大岁岁，好啊！你呀一个屋里呀，我对的很。美女房中大岁岁。美女那房间里向走房子上水火了，叫大水谁？卧龙干得嘞，错了，笑错了，说的啊，我在这就喊啊，美女房中摆一个水人，你拿起那个套出哎呀，他们美女就憋出来了，来美女在，两个美女干啥子？根本你没还摆一个水人，或者摆香药来的，这样还有这个什么？我分这样去，根本好像红妆带什么礼刀关系的。哦，有点摆香药嘛，还不能光我要你自个想嘛，不想个真啊是的。还不与我滚出去！真的是啊。哦哟，不晓得6个动物人才出去，那当中还有一个动物人啊，心不死了还呢。一个想要，我来走些诗吧。哎呦，你一个子很干，要做诗在。你啊，那么你是诗做得好的时候嘛，我高就上一个不你。好啊，吟诗一首。啥个么子做题目噻？哎呀，我也题目，今朝我上午的上西为的。小知了，这个动物是里本得来这个聪明呀。头上想要么上高头，今夜东方么小吼吼。哦，看你养个鸡老小，不像你想要么顶上楼。哇，我屁了！哪个里是养出来的？滚出去！小知了，说他一个美女啊，秀出来。嘿，没马不的了，他上一层，啥？走上么在那个钟头面书还走上去。我想走子西么超高之不这样了。想要么听两你了，那不能说得出么我白过你。今天么我有办法，我一直气压力在。啊，各种那个对总是对得出了，总是施走得出了，应当开恩了。卧龙啊，哎，别做年头的啊，这想地位是白宝。咱们也抄三代上，那抄三代上，你不打进去个了？再不是对我兄弟娘里也不人工。怎么哪呢？他在在书房里向就挖出2个大头来，这2个大头来，金陵王上一日也没好得里多3大句。我就没得想的是通的，我这。呀，你都忙啥呀？2个都分开的呀。那老书房里向往啷读书读得蛮认真了嘿呀。啊，北北记者到记者，呀呀，做女真稀罕的。冤枉了！你怎么这个武装的抓不得了？哎呀，对呀，哎呀，等下去，啥个去？大哥你啊，大家，你当然晓得今朝一桩事体啊。啥去？你啥都没晓得？不晓得啊。今朝海棠厅浪向，姐妹啊只要多发发笑笑，侪是气里的边边支支，想要回家关，就是你欢喜我兄弟哇，要我兄弟改中一个当家做亲，各种规矩服务我们。是要你把他做主管啊！想要儿子啊，弄得老母都子了，你想？对的吧？记得吧？你抄谁的？咱们好走啊！好，从啊，你安听去呀！要想我这家业务举手就要细跑的啊！不说用起各种机器车呀！歪子了干了！要说你这里汽车现在了，咱们多谁去好了？没得你多骑你妈去啊！这边用人的海棠厅闭门背上灯啊！
卧龙虾是来日的。老弟是，要重听啊！两栋白虎下来，用你们粉饰想要下来让海当听个句粉饰，实质想要下来让海当听们里头真啊不过来的呀，多少天的当是要不来让的呀，直到海当听个闭门背。进去。那些子，好进去好，加上按你一扎扎裤进来，扎扎。跑的人上位的喂！我大姨我让一声，你那个背山东西，那不都是？都不是啊！上一黑都见你也大，人上位的，如果想不清都掐不出去。不真相哦，想不定到你波长官喽。是。卧龙啊，哎，哪属的？哪了？那是个要，都要你要来自炒菜单上要。我弄错了，弄多少的？我要混他啊！我当时想要几都要你要破哟。俺说得气死一个嘞，要紧你只破一个东西体给。干嘛你再看吧？干嘛看着我呀？到底要不追的来让看啊！喂，女人是锦绣一个，当为神亲。这个不对哇！我来那么快转我给，我哪里多少个屁呀？自家不知道有点口呀。他是李呀李。道理的思想不出来了，我还恨啊！我是恨苍天不与我把人听。美人哟，陪我龙兵举步，我儿子做主在当时个，他吹响神功不人功。门这辈啊的我理想，我恭喜那辈把你当人，不知你思想。别讲我走啊，今日要你辈要的精神，今宵听呀主敲。家里让走你的，我家务厉害了吧？我晓得啊，这个脾气我才晓得。呀，人个姑娘，那个人嘛，呼吸来来是个姑娘。我倒想起我有个姑娘啊，我个姑娘嘛没好，我们来做一个美人来配不姑女子，呀，人个姑娘。我来做这个姑美人嘛！哎呀，我兄弟，妈妈，我看你给发中了贵个人不合适，我来跟你做这个美人吧！啊，
那一个能写叫个能，那来做个个美人啊好，还有一个崔相啊，给女儿来，面孔嘛，神往都标志嘛，或标志的和我们臭荒唐大结构，不是崔相啊，你头子里那么懂得的为，你失望中的康复上。这是看着雨林上我来抗着让不说的容，你气人我杀人于地。当然一听个总是我真啊不了，心浪下了气人我杀人于地啊！你美好，民工也美好啊！这个西北每个寿命身上打的手些命的呀啊！18年绑死人，哎。你现在你咋真为了我小妹，为何对的都来哇？啊，说叫变变神光吧，最大神哈，那来黑里狗来呀，哈哇，那个能写家，好美呀！那我让你做一个美人啊，配不了我兄弟在，可是厉害哇！看的呀，漂亮妹子，不要客气。好美啊！他是到我成功的说法嘛，我总归当你实力的，做不来一个为人法。我来他不开心的了，谁说讲还是过来玩？啊，李子！啊，都大家娘开的是吧？大家娘开的。啊，可来不呢？这比人子姑娘个好呢。这比的娘不人子的呢。我带俺来分析人的姑娘呀。那个来不及是哇？非这应该。大家娘开的是哇？那个娘开的吧？可里到娘开来嘛，我对这个不来嘛，想要旁边一来。来快，这个我对的上面好的啊。带我看看咱们上面了是啊，姐姐小弟遇来了。卢家，自个夫妻们一啥客气家。刚帮在别人面孔长得凶凶的哈，说是刚个两句个家，已经讲个男的还成功不成功了。我搞不是太我俩来不及，不来的。我看上去是随便不来的，随在边困在困死鬼的。其实看吧，后面来一边走在西门就是孙老两人那妻子嘛，懂啊？别去手里的，我晓得我个脾气个，你呼吸个姑娘们也能自不为谁哦。哎，我当年没好今朝说脱了，可以说哪个了家里还是个大波浪。我搞不太我俩来不及啊。请问姐姐叫什么芳名？啊，什么名字啊？我叫云贵呀。叫云贵。咦，今年几岁了呀？今年15岁。啊，18岁。你是我哪个的？我不是东里那大娘娘的呀。是大娘娘。是呀，我本来不叫云贵呀。我叫什么？本来是我叫芙蓉呀。芙蓉也好啊。那么你娘娘帮我改个名字呀？为什么要改你的芳名呢？娘娘就帮我说改是芙蓉啊，芙蓉啊，你两个对方的生得实在好改。哦。自家是改个云贵呀。哦。你看我两个地方还是蛮好改的。我夫妻对来比咋不提个哟？这种来干什么啥的啊？啊，这亲事啊，甚好。那相信呢？啊，不信别信。这相信的拆开来不来看看哦，又不是结果交开了啊。最大不是呀。哎呀，我兄弟呀，我是没教的哟。你自个说教的，总归平常得起来。哎。我娘娘是几位做的？啊，都会做的。你怎么娘娘真高兴的不啦？啊。我虽然是野菜个滋味是好吃的嘞。哦。再到底不来听听呐？啊，听见。哎，我个我阿哥啊！哎呀。我不是偷水亲切姐姐家，万一一条好地吧，
些声音唱出跳舞啊！哎呀，我都在来唱了呀。哦，可不是那唱那一起嘛唱出来听。哦，最大不嫌哇。哎，我阿哥啊。哎呀，我就那边王不对来嘛是不对，那边改了改。不是花出定是马，我就那么等你条条想要成功吧。这里成功是吧？哈了，我告诉你哈了呀。我没来，哈，小的也不开。啊，你看啦，看下来点进去啊，看看谁家没在？弟弟家走上来。啊，不走嘞。为丫家走上来。晓得在。这个啊，但不少个普巴来啊。弟弟亲笔啊，谁也进过局长？哎，哦，你给你拿这样个叫？举举转转生得哈。什么大叫？在屋里你脸上太黑了。你生我面孔太黑了，哎，可是他眼睛个哎，你欢喜把我这样哈的话，我明日天到他的身子里看看。哦，其实不行，亲笔。什么？啊？做什么？你见过局长？哎。不对啊！那是两来子，随便拿高不来子。哎呀，那么就讲他个的吧。哎，弟弟还是亲笔的哈。我不追看。哦，弟弟呀。哎，你不追？你说这别见过局长，不是你黑来嘛？黑么他的身还有肺眼睛的药。哎，弟弟你听了啊不好呀。啊，那咋着？哦。你是用你提升一道门户用，那不用我最好哎。好啊，只怕那纠缠是你的亲兄长，这个可得啊。个梦懂，只得那不往来去你，扬出儿来叫黑里风。我这妹子你个黑面孔啊！遇着一人嘛夫上的。哎呦，你老请我。莫必居于你懂大中，你要说的他一个文字哟。那对我看过啊，可是你说的你还得打莫必居这个子他一个文，那得离必去。哎，是这。这里呀就要开心啊！搿张地方我问人工，哎，你像古家务这个古董啊，配不里标得了嘛？哎，不要改正，你我话里啊！像你那不可惜我不讲，这里家像不够筷子不里，打的够可惜，嘿，我挖开你都不。看你都这么小面积的，大面积的30个丢，一人手上当招呼不里呀？哦，我把你给大家你来呢。当然爱烧鬼，有个十里烧天的，到几路你都这个戳他了鬼呀！可是不来是个害你是我不害你个，批评你啊，真是高想想谁公子。不应对不了我了，那不了国大要受思想出来当人。刚才听。